咗手指。咁你望下咯喎，我點解唔叫你做方先？係，你係可以做方，但其實你知唔知個10係攞嚟做咩話 ？Hello， 啊？空間咪答，咩都係空間㗎啦。我叫你唔猜方，佢都係空間。我問你打咩位？係咯。係咪望啲下？調轉啦，你永遠望唔到，你就會想俾呢個。咁即係你冇做過嘢喎。你望完呢一個，你又唔識俾呢一個。呢個第一個啦。第二，你永遠都唔會望呢一個。你唔好理嗰個係咪陳冠旭，就算唔係放，啲人會咁樣望，攝入嚟，或者你攞到你可以係玩速度過呢一度望，呢一度俾㗎。其實頭先你有啲位嘅傳波係唔差嘅。不過係你自己將會覺得我射唔入個波，我擺唔入個波，嗰一球就係啲好嘅波。錯，我有啲位我見到你猜得好靚，猜轉落去射係唔入啫嘛，但唔入係冇問題㗎。你而家要諗就係點樣拉空間，然後打1、3呢3個點再爆出去，或者你本身已經有優勢嘅話，就係呢3個點爆出去。你聽唔聽得明啊？喺呢度爆兩下抌翻出嚟，可以再抌翻入去㗎，得唔得啊 ？OK， 過嚟，1、2、3 ，sorry， 1、2、好似佢咁，佢有一個問題嘅，右邊傳完俾佢，傳完就再傳翻俾右邊，攞翻個波又俾翻右邊，佢唔識俾左邊㗎。1、2、3，go！pass， 叻仔，叻仔，繼續。X 得啦 ，X 得啦，唔使出，唔使11，X 得啦。對翻幫翻佢，你自己對翻啊，係啦，繼續。犯規，喂，頭先佢幫咗你，你梗係去翻幫佢啦，你點會又走翻中間啊？佢幫咗你咯喎，嗰下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大啊喂，大啊喂！好得喎，得嘛？Good pass， 叻仔，好嘢 ，X 得啦。好波，同我波你波啊！出嚟，要同我猜，要同我猜，要同我猜，望中間，望中間，中間啊！係。Good， 叻仔，叻仔，
題，紫色，冇問題，你射，攞到波唔使咁急，攞咗波就要掟俾人，冇人掹你。死波！阻人啊！出你兩個會黐埋一齊。波人球球，打！慢上球，手波！再嚟個，猜多兩下先。上埋。犯規陳冠中，上場，好。我而家唔係睇你個力度啊，我睇你個動作係咪犯規啊？睇咁多個歐力，夠就走。攞埋。翻嚟培興。咁啊，卡神。換人。快到！我係唔吹俾你㗎啦，你自己唔望關我咩事啫？攰晒，頂住。翻去先，你而家落晒位，你先可以走波噶嘛。
手補，幫手補，攞，望一路望人。30秒。